副总统赖清德去友邦巴拉圭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，已经要回国了。伫今仔早起7点是过境美国的旧金山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嘛去专机顶头迎接哦，陪副总统去饭店举行宴会。饭店外口有真侪侨胞嘛来欢迎，也毋过毛民众抗议，因是话讲反台独的口号。赖清德是按算伫明仔载透早会返来到台湾。 去到旧金山，除了甲支持伊的侨胞握手，副总统赖清德专工去饭店大门向对面摇手，遐正正就是中国侨民举5000旗抗议的方向。赖清德是笑笑面对，心情无受影响。反对台独！赖清德结束巴拉圭访问的行程，伫台湾时间17早起到旧金山。 原本因为厝内有喜事，无法度去纽约接机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，嘛准时出现伫旧金山，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做伙甲迎接，拍拍进前降价规家之仪。赖清德伫交宴嘛特别感谢罗森伯格这个安排。我们特别要给最热烈的掌声给 Laura Rosenberg。 就算讲经济搁较严肃，台湾要乘风破浪，行入世界发生，一点仔都袂受影响。Vice President Lai and members of your delegation,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nd this evening with you. I hope you have safe travels back to Taiwan,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there again soon. 伫交宴的时阵，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甲防风城市长拢有亲身去参加，嘛伫致辞的时阵讲到台积电，强调台美伫供应链的合作爱搁较大吧。公司记者韩莹、彭耀祖、旧金山采访报道。